常年期10週3章數年列王紀上18章20到39節，馬竇福音5章17到19節，小德蘭福傳之友，曾慶道神父讀經反省。2026年6月10日，耶穌基督若閉住眼睛默想今天的讀經一的話，真是太壯觀了。450個巴爾的先知求他們的巴爾神時，又喊又跳，但是沒有作用，沒有反應。厄利亞嘲笑他們說的真好笑，你們大聲點呼喊吧，因為他是神，他也許事務繁忙，或者去了別的地方，也許正在外面旅行，他或者正在睡覺，必須把他叫醒。其實更大聲狂喊亂叫，甚至用刀槍割傷自己流出血來都不會有動靜的，因為他們所崇拜的巴爾偶像，就是有耳不能聽，有眼不能看，有鼻不能聞的。別浪費時間了，我們要朝拜真神，而天上地下只有唯一真神，就是創造宇宙萬物的天主上主，不需要我們的供物，也不需要我們的牛羊來收買，因為所有的牛羊都屬於是大能的。誠心祈求幫助的人都會得到幫助，相反，皈依其他的神明必然受騙，痛苦倍增。很多還沒有認識這個大能慈愛的天主的人，他們有很多困難和煩惱，他們拜土地公、關帝廟等等神明求助，也得到了幫助，但不是土地公或關帝給他們幫助的，而是唯一的真天主看到他們的困難和誠心祈禱，動了憐憫心，幫助了他們。因為天主是所有人的慈父，樂於幫助所有人，即便不是所有人都認識，但我們應該福傳，讓這些人去除無知，認識真天主並感恩真天主。能對恩人之恩感恩的人，才滿全了人格，也才是一個幸福的人。如果我們獻上牛羊不是為收買天主，而是感恩天主，是很好的，很中悅天主，不應廢除，而應成全。主耶穌就是以這種精神來成全法律或先知的。福音竇